大家好，今日係8月7號，星期一。同大家傾偈呢1分鐘呢，係上午11點都未到㗎。咁啊，點解要提早喺呢個時間同大家傾傾呢？因為今日呢，就我哋會有個大型嘅發佈會喺香格里拉酒店，3點到5點。咁啊，民眾財經台發佈完之後呢，聽日就正式啟播㗎啦。咁如果大家係有問題啊，或者係有任何股票嘅分析各方面咧需要提問嘅話咧，歡迎大家提問到去民眾財經台，咁我哋會一一作答。咁個台咧，除咗我之外咧，我仲有邀請到好似係鄧星興啦、林家亨啦、連敬涵啦、潘鐵珊啦、彭偉新啦、同埋咧係曾永堅啦、林嘉琪啊，其實仲有黃德基啦，梗係，咁仲有一眾嘅財星咧，會喺我度咧係作出一個分析同埋評論嘅，咁希望大家多啲關注。咁節目咧其實嘅製作咧唔單止淨係金融㗎，我亦都係邀請咗咧陶傑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香港嘅第一才子，咁喺個節目度咧係講一講佢對經濟同埋金融嘅睇法。咁當然之仲有港台嘅鼎鼎大名劉宇威啦，我哋叫做威威啦，佢亦都會請一啲名人咧做一啲分析同埋講解。總嘅嚟講，個台咧係節目好豐富。當然之仲有我自己嘅王牌節目啦，就健身啦教減肥咁樣，已經拍咗啦10集，希望大家咧係關注同埋咧去多啲去指導咁好啦，講翻成個大市啦，其實咧就仍然都係緊扣高台㗎，因為今個月嘅波幅咧係好窄，係由1號嘅27,326點升到上去2號嘅27,747，而直到而家呢分鐘，指數咧仍然喺27,600左緊係徘徊整固，其實係好正常，因為上個月嘅低位7月5號嘅25,199，去到今個月2號嘅高位27,747點咧。恒生指數咧已經喺4個禮拜之內升咗2,548點，有少少整固係好正常嘅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我就睇翻條10天嘅平均移動線，大概而家應該升到上27,330左緊嘅水平啦。總言之，唔跌穿條10天線嘅技術上逐尋頂形態係冇變，而所講嘅頂咧應該就係15年4月27號嘅高位28,589啦。當然知啦，如果恆指不幸係跌穿10天線或者同10天線糾纏埋一齊咧，亦都意味著個大市喺高台上面咧，可能需要進一步嘅消化同埋反覆。所以喺高追嘅時間咧，我都唔建議大家買得太過大手㗎。直到而家呢刻咧，今年拉翻闊少少啦，個低位係1月3號嘅21,883。成個技術形態咧係1月升、2月升、3月升、4月升、5月升，全部都係先低後高嘅。到6月份先至出現一個先高後低，由26,090跌到25,557。其實咧連升咗咁多月，6月份單月嘅波幅或者跌幅咧不外乎533點嘅啫。到7月份一個抽頭又升翻2,125點，咁就係話勢頭咧係強得好緊要嘅。通常嚟講咧，咁嘅形態咧，即係講俾我聽，成個升勢咧係有餘未盡㗎。我自己覺得8月份仍然都仲係一個上旬嘅時間。總之去到月中，指數仍然係咬住個高台咧，好大機會咧喺月底前咧作進一步嘅推升㗎。不過任何環境先睇10天平均移動性嘅支持，好冇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要準備一啲發佈嘅一個事項㗎啦。聽日收市再同大家傾。